Hello，歡迎嚟到19托，呢度用最直接嘅方式講香港男人嘅健康同養生秘訣。40歲後，男性健康同活力好易回落，想保持夠力到老？今日3分鐘拆解40歲後避免呢10個壞習慣，幫你改善精神同體力，健康硬朗到50歲。想知點樣做到？睇到尾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跟我一齊學下。1. 瞓唔夠，精神跌谷底。第一，瞓唔夠。40歲 OT 多，瞓少過5小時，精神同體力即刻跌。研究話睡眠不足減能量水平，救唔返健康。香港人唔好玩手機到半夜，瞓夠7至8小時夠活力。Hello，歡迎嚟到19托，呢度用最直接嘅方式講香港男人嘅健康同養生秘訣。30歲男人開始忙碌壓力大，想保持精神活力同耐力。今日4分鐘拆解30歲男士秘訣，講下生活習慣、飲食、屋企運動同補充方法，幫你改善健康夠力玩到40。想知點樣活力充沛？睇到尾啦，記得 like 同。2. 成日坐定定，氣弱冇力。第二，成日坐定定，40歲坐辦公室唔喐，血液循環差，影響體力同精神。研究話久坐減心肺功能，香港男人要定時企起身行下，夠健康夠活力。3. 飲酒過多，精力救唔返。第3，飲酒過多，40歲應酬多，一晚幾杯傷肝減活力。研究話每周飲超過5杯影響身體機能。香港人少啲 happy hour， 夠精神夠健康。4. 食太甜多糖，有大肚腩。第4，食太多糖。40歲食甜品同珍珠奶茶，脂肪增減能量。研究話糖多影響健康平衡。香港人換無糖茶，夠體力夠身形。5. 唔做運動，肌肉鬆軟。第5，唔做運動。40歲唔練肌肉，鬆軟冇力救唔返。研究話運動少減體力同精神。香港人屋企做深蹲10分鐘，夠健康夠神奇。6. 壓力爆煲，精神夠唔夠？第6，壓力爆煲，40歲工作家庭兩頭燒，精神同體力跌。研究話壓力大減活力。香港人每日散步15分鐘，救唔返壓力救唔返健康。7. 食煙，血管救唔返。第7，食煙，40歲每日1包煙，血管差減體力。研究話煙癮影響全身健康。香港人戒煙夠精神，太太都話你夠力。8. 唔飲水，健康夠唔夠？第8，唔飲水，40歲忙到唔記得飲水，影響血液循環同精神。研究話缺水減活力。香港人每日飲6至8杯水，夠健康夠體力。9. 食太油膩，機能救唔返。第9，食太油膩，40歲燒味飯同炸雞多，脂肪增減健康。研究話油膩食物影響精神同體力。香港人多食蒸魚夠活力，夠力到老。10. 唔補充營養，活力夠唔夠？第10，唔補充營養，40歲飲食唔夠均衡，活力同體力跌。研究話缺鋅同Omega-3影響健康。40歲後覺得身體差要補救。今日起改變生活習慣仲有得救。過19 Toys 有唔同保健品俾大家揀，總結返，避開10個壞習慣：瞓唔夠、坐定定、飲酒多、食糖多、唔運動、壓力大、食煙、唔飲水、食油膩、唔補充，助你40歲後活力充沛，健康到老。覺得呢集有用，記得 like 跟 subscribe， 下集見。